新竹的消息，新竹乡办发言人林志杰社群平台写文章指控讲，国民党新竹的立委郑正谦出席教育活动的时，发放这个反罢免的文宣，认为讲这真无妥当。同时嘛，这个新竹市政府温准这款代志违反行政中立。针对这点，郑正谦的办公室表示讲，无发放任何有反罢免文宣，却个互人来调工咧抹黑，抹黑安怎呢？讲当军的徽章甲反罢免文宣呢，摕来作为翕相。啊，这新竹市政府教育处嘛回应讲，这个市政府绝对会坚持行政中立，会拒绝任何政治活动入去校园。欢喜比赞，甲提奖的学生啊翕相做纪念。国民党新竹立委郑正谦甲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成元昨日参加活动。原来这是新竹市2025年东军大露营，严格说这期在这个场合来讲政治。郑正谦去宣讲反罢免，并在现场发放反罢免的小物，我们接到很多家长的投诉。林志杰发文章，文章内底相片出现东军的徽章甲反罢免的开始，严格提供的人先看甲解过，部分的字提红砍掉，原本的内容应该是无同意罢免。对于这个代志，郑正谦的办公室正面回应，表示活动当天无发放任何反罢免的文宣，也无伫活动中讲到罢免的议题。所有人调工将东军的徽章，甲对其他所在摕到的文宣品放做伙，甲翕相，想要甲抹黑，强调无任何违法或者是违反教育伦理。讲这场活动，林志杰除了控诉郑正谦的行为，也质疑新竹市政府。高虹安平权市长。他在很多政府主办或协办的场合去宣讲反罢免，这已经有行政中立的违法了。新竹市府教育处回应，活动现场无发放文宣，历史也无讲到相关议题。市府维持行政中立的态度，无互任何选举或者是政治活动进入校园。伫7月28日春报归港，双方启动陆战甲空战，就是想要推出家己想要爱的选票。落尾结果是啥？选民自有评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